自从咱的政府推出新青安贷款了后，这房市就哪来哪热。为着化解这款情形，央行的总裁杨金龙是对顶礼拜开始，找银行的高层、贷款业者，也有中小型民营银行来参详，是要推出不动产减杠令，也就是讲，这银行爱减少不动产贷款的放款金额。有声讲是要求这银行伫咧8月底之前，就要提出改善计划。也若是讲，这后个月敢会阁提出新一波的房市管制措施，央行是回应讲，也在讨论当中。想要买厝人爱注意咯，考虑到不动产交易市场伤过热，央行总裁杨金龙伫最近约谈各银行的总经理，同讲是要求各银行爱全面减降不动产的放款总量。去了解一下，就是现行行库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个做法，那他们的一些经营策略等等，所以我们目前大致上都是在做一些意见上的一个交换。由央行所提出的不动产减降令，提出的标准是自2020年年底到今年6月底，针对建商的融资加买厝贷款成长的。也若央行关心的三大指标，包括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、不动产放款的有价，也个非不动产放款占总放款的比重，希望会当降低不动产贷款的总量。同时要求各银行伫咧这个月底进行爱交改善报告。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家庭，他们还是有买房的需求，但是呢，这些政策如果造成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透过银行取得贷款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对他们未来一生的发展，可能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些影响。不过，这波不动产的减降令实施的效果不如预期。中马团讲，9月19央行要开理监事会，可能会再提出第7波的房市管制措施。对此，央行表示，若有新的措施会伫咧理监事会上提出。换屋族来说是首当其冲，因为贷款虽然还是有机会贷到，但是是相对麻烦，而且成数可能会受到限制，所以呢，换屋族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减缓他的脚步。全国讲，这边的不动产减降令，恐惊对有售厝的市场，本来手头资金就真多，高资产族群抑个建商影响无大，反倒是对迄寡家己要买厝来住的民众影响上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